心跳像青草，时光温柔的流逝，目光在不经意相遇，是心动了吗？打开心悦的门窗，拥抱大雨漂泊的向往，你笑着说你好。喂，顾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这里报警提示你的心脏大量放电。一点意外。博士，为什么我突然会有10几秒失去意识啊？跟放电有关吗？哦，不是，那是负荷过载的保护装置。机械心脏过量放电的时候，系统为了保护内部元件，会出现10几秒钟的时间重启。对，同时启动备用电源。不过你要注意，这个重启很危险。如果重启时间过长，大脑缺氧，就会导致你的生命危险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顾，你是不是恋爱了？没有啊。顾，在我问题没解决之前，你千万要控制好自己的感情。恋爱会导致情绪激动、心跳加速，你的机械心脏会放电，工作失常。牵手、拥抱、亲吻，甚至更亲密的接触，任何情绪波动都会导致你的心脏的波动。所以，恋爱对你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老板，你还在听吗？在听啊。你不要太悲观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有解决方案的。解决方案啊？你说了10年了，你会有解决办法。办法呢？我不想再听了，挂了啊。